为什么会分纯绵、绵柔和液体？有什么差别吗？你还是要多吃一点水果。你看，这个芒果是从国外专门空运过来的。谢谢静璇姐。青青，你还想吃什么水果？我去给你洗干净切好。不用麻烦了，我随便吃点就行。没事，我给南州切水果都切习惯了。你是不知道他有多挑剔，水果必须让我切才吃，还非要大小一致，否则啊就说影响口感。这货龟毛到这种程度，果然是极品。我和小川要去超市，你们需要点什么？水没啦。好。再买点辣条、话梅、薯片，还有果汁。你不能吃。好吧，护手霜。哦，再买根皮筋，最好是森女系的。你住院带什么皮筋？那还有什么？能不能顺路给我带包卫生巾？那种东西，你自己买。不买就不买，凶什么嘛？不好意思啊，之前习惯了。死洁癖喝过的水你都敢喝，不愧是星云副总，胆子真的大。为什么会分纯绵、绵柔和液体？有什么差别吗？哎，顾总，其实咱们随便挑一个就行。不行，网上说这个添加香精太多，这个不行。这个好。嘿。他现在还不能吃这些。我吃。你要吃，自己买。顾总，你不会日久生情了吧？对那小丫头那么上心。我那是为了让她跟我保持一样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再说了，她这次住院，那也是因为我。哎，你知道森女系是什么东西吗？嗨，森女系就是不知道。青青，谢谢。你们回来了。你要的东西。谢谢啊。你不是芒果过敏吗？我就吃一点儿。他不能吃芒果。顾总对女孩子还真是心细呢。我只是怕他再给我惹麻烦而已。你们俩没事的话，先回公司处理自己的事儿吧。他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，让他多休息会儿。南州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不用了。